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日本的漫画红啊，吉伊卡哇有够高水。高雄市政府特别甲组成小提灯，入要休寒假进前，已经发予国小的学生。啊，讲马上就有人摕到网络顶去转卖，有卖500块的，有卖899块的，甚至有人画价画到1000块。高雄市政府出面来呼吁，讲希望这免费赠送的小提灯，唔通摕出来卖。 有够高水的市口外坐车啊，变做高仔灯。全台唯一市口外高仔灯，高雄市伫咧休官进前就分予国校以下的囡仔，唔免排队就会当领，互囡仔人拢真欢喜。不过有人是随摕到。 随转手上网拍卖，目前面册社团有的一组是卖500块，甚至佫有出现1000块的价销。啊，那电商平台嘛有人开价899块买卖市口外高仔灯。 抬高价位那么高的话，当然是不太合，尊重但不认同。就你有领到了就去送人就好，不用去卖啦。我觉得还可以，就当给对方红包钱啊，自己也赚个开心这样。人气 IP 市口外大人囡仔拢咧笑，伫咧学校也未开放进前，网络顶就有登载广告，用1点钟200块招人到学校用4手啊，甲囡仔换高仔灯。啊，那即马市面上佫出现转卖条。 希望民众不要把免费赠送的小提灯用于盈利行为。市府出面呼吁，莫甲免费送的高仔灯摕来趁钱。想要摕高仔灯的民众，会当伫2月初8、初9到高雄港的码头龙园现场来排队领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